最近的各位评委，亲爱的各位老师，大家好，我叫申波涛，我来自卢旺达大学会计学院。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中国速度，让世界天下一家。大家都知道有一种速度叫中国速度，中国速度是朝次百地才领见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复兴号领跑世界，好骑中国高铁行时速。中国速度是越古朝今无开有，中国华为正在制定下一代通讯规范。中国速度是引领新一代科技潮流的北斗卫星，中国之父。中国速度让今天的中国拥有了更多的灵便，日积月累，日新月异。中国制造和中国速度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。而今，新冠肺炎席卷全球，中国在疫情面前更是一次刷新中国速度。1小时，武汉天河机场晚上21点医药物品装卸交付。一天，1500亿万个口罩被交寄商场。有天，50多亿支医疗队，6000亿名医疗队员集结湖北。9天，推出17款快速检测试剂号。19天，7000多人决战，一座火神山医院建成。中国速度背后的中国精神，深深地激励着我。中国力量是天上不想灾难地头的倔强，是患难与共终这场上的信仰。从时间赛跑，一并莫较量。所有中国人用爱点燃了中国速度，点亮了抗击疫情的希望。中国也积极帮助其他国家抗击疫情，以实际行动印证了天下一家。自卢旺达确诊了第一例患者以来，中国紧急向卢旺达捐赠防疫抗疫物资、检测试剂、防护服、隔离衣、外科口罩、保温枪等。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今天我们又在分享着中文。中文是一种优美的语言。全世界有13亿多人，他们一生下来就开始学习中文。我们的孔子学院是中外语言和文化交流的窗口和桥梁。我很喜欢学习中文，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学习中文。俗话说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是中文让全世界的人们成为了一家人。我要学好中文，把中国速度带进卢旺达，把更多先进的中国理念、更好的中国制造带给卢旺达人。谢谢大家。